我嘛是甲瓜问题有关系来关心，这是台北市南门市场已经有38年历史，为昨暗起正式休困3天。昨暗是市场营业上尾一天，办一个小白的暗会。台北市市长瓜文哲嘛特别来参加，和大家摊贩做伙唱歌，表示刷来南门市场要休困3天，气氛让人感觉真唔甘。3、2、1，请封箱。甲大地看板放入去纸箱内底，代表南门市啊暂时停业。台北市长郭文天嘛来参加刷锅的活动，趁上尾一天营业来食南门市啊内的好料的。吃起来感觉如何呢？是啊。郭文天食一喙一直讲真好食。伫台北市的公有南门市啊，已经开38年啊，有名的店真多。市长就算心情真无闲，嘛要来到现场，甲大家头家做伙来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画面。期待说这个一切工程顺利，然后3年后搬回来。其实对我们都是压力的。我们市政府，我们一定会很认真的盯着看，你知道，确保3年内要搬回来。本来人就菜菜市啊，关门进前，搁假是客甲袂得过，真侪民众拢走来抢好康的，互大家头家心内有真侪无共的感受。小弟的心情是五味杂陈啊！我在南门市场待了30几年，然后一路走来，从成家，然后结婚、成家、生小孩子，现在已经做阿公了。全新的南门市啊，10月17会伫中价市啊试营运，虽望敢若是换一个地点继续营业尔，不过对在地头家甲老主顾来讲，算是永远的回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